塔石廣場重開接近1年，有附近嘅商鋪投訴重開未能夠帶旺周邊經濟。有團體就希望政府能夠完善廣場周邊設施，並且從政策上面引導旅客以廣場為集散地，達至吸引人流、帶動區域經濟嘅目的。劉勝報導。曾經有小曼谷之稱嘅荷蘭園2馬路旁邊就係塔石廣場，孫先生嘅屋企人喺呢一度經營泰式飲食店。佢哋曾經希望塔石廣場嘅重開可以帶嚟大量嘅人流，但係最終只可以等到不斷攀升嘅租金。因為人流其實好少，冇咩人聚腳喺嗰度嘅啫。咁同埋如果而家喺嗰度個運動場嗰度咧，好多人，譬如有啲 function 一散咗咧，啲人即刻搭車停車場就走晒㗎啦，根本唔會入嚟呢度揾嘢食嘅係。因為預期嘅廣場開咗之後會好大個大旺咗㗎嘛，咁業主加租佢冇諗過會回調翻嘅。而家我哋前面嗰度有幾間鋪。餐飲嗰啲都知道就係走嘅。面對經營困難嘅唔單止係荷蘭園2馬路嘅呢一啲商鋪，家族副理事長黃耀球指出，亞風掃街、沙加都拉街一帶嘅商鋪，亦都對塔石廣場嘅期望落空。黃耀球建議當局盡快完善廣場周邊嘅設施，甚至通過政策引導旅客以廣場作為集散地，先可以達到吸引人流、帶動區域經濟嘅目的。喺政策上點樣去鼓勵？同埋通過協商，讓啲旅行團能夠喺呢個塔石廣場做一集散地，將啲旅行車停喺下邊，咁鼓勵啲遊客去通過呢條管道去排放。我哋現時個條件呢，如果用廣場中心去帶旺周邊呢，呢個方法呢，似乎唔係咁容易實行。我哋可以嘗試下調翻轉嚟，用周邊帶旺咗周邊，然之後向中心發展。佢指出，盡快落實飲食中心嘅運作，美化周邊建築物嘅外牆，應該係發展嘅前提。喺轉往西貢馬路嘅位置設置紀念品嘅售賣處，進而通過政策引導旅客從塔石廣場步行前往大沙巴，都係一啲可行嘅補救辦法。公民電視台記者劉靜報道。